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的11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9篇，但以理书第7章第1到第3节，第15节到第18节，以弗所书第1章11节到23节，路加福音第6章20节到3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成圣。今天是俗称为万圣节的日子。许多不太了解万圣节由来的人们，看到美国或是西方国家的万圣节，总是会以为那是西方的鬼节、鬼月。他们认为就像是台湾农历7月的鬼月一样。这样的想法是因为现代的万圣节的装扮都是什么骷髅头啦、墓碑啦，跟这些死人有关系的了哈，看起来都蛮吓人的啊。但是这个源自于第4世纪欧洲的节庆，原本是要纪念圣徒日，时间是由每年的10月31日到11月的2日，最主要是为了纪念为了信仰牺牲的殉道者啦，甚至缅怀那一些蒙主恩召的前辈基督徒们。当然，所纪念的人们，他们都已经是过世的啦，我们说死人了哈。过去早期台湾长老教会的基督徒葬礼呢，也都常常会写着基督圣徒某某人告别礼拜哈，似乎也受这样的一个传统的影响。天主教的教会有一个丰盛的习俗，就是由教宗任命已经死去的伟大事迹的神父、修女或是基督徒们来封他们为圣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的什么圣约翰圣彼得在近期内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 Mother Teresa 就是德蕾莎修女。她也在这个2016年的9月4日，由当时候的教宗方济，或者翻译为法兰西斯他所封立。改革中的教会根据教会历10月31号是宗教改革纪念日。那是因为在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在这一天，在德国的威登堡 Wittenberg 的一个诸圣堂教会礼拜堂那在门口就贴了95条的抗议文又称为95条论纲。马丁路德的目的是要在这一天万圣节 All Saints Day， 在这个万圣教会张贴这个抗议文，就是因为那段期间之内，教会在办理万圣节的纪念活动，来纪念过往的圣徒。传统上有许多人会在这3天之内到教会。马丁路德的目的要引起大众的注意，以便达到宣传的广告的效果。马丁路德希望能够将这个95条论纲张贴之后，并公开邀请当时候的当政的神职人员，为这个教义来一场大大的辩论。对于改革教会来说，10月31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
这样已经不再是纪念已经死去的万圣这些圣徒，而是宗教改革。另外一个原因是原来用作这个纪念圣徒，并且借以学习被提醒来学习他们所留下的信仰典范，这样的一个节庆，在商业行为的操作之下，已完全的变质，成为了布置怪异、着装特异的西方鬼节。一旦这种焦点错置之后，这样的节庆只要能够吸引人，引来商机，节庆的主角其实都可以变的。最近2年，在三峡教会旁边的三峡老街，都举办了万圣节的特别节庆活动。主角呢却变了，也不是死人，也不是骷髅头，主角是老街与古董车。这与原始万圣节的意义越离越远了。为什么基督徒能够成圣？我们大概用2个角度去思想，第一个是天主教的传统，另外一个是圣经的角度。天主教历史的作为是由地方教区的主教提名审核，或是由其他的宗教领袖提出。那候选人除了要德行兼备以外，还要谨守天主教严谨的教义，还有要有神迹的印证展现，并且要经过这种重重的检验。通常在这个丰盛的候选人去世5年以后，才能够完成丰盛的程序。然后我们所知道的 Mother Teresa 2年他就完成了好，天主教丰盛有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地方主教根据人家提出来的候选人的他的服事、他的生活来检视，看看是否有真实的落实天主教的教义。通过检视之后，在这个阶段就会被封为天主之仆。第二呢，主教核准之后，就将候选人的完整资讯资料交给了这个教廷的册封圣人部来审查。这个审查机构是由神学家、枢机主教、大主教及主教等成员来组成。他们必须要确认候选人他在行为上，他在著作里面有没有违反教义，并且会私底下派人去拜访或是探查候选人身边的同工也好、朋友也好，有支持的、有反对他的用他们的意见作为见证。那必须要符合4项基本的美德，就是谨慎、正义、要节制，还要勇敢，并且具有信、望、爱的信仰美德，然后就能够成为尊者的身份，进入到第3个阶段。第3呢，如果是他为了信仰殉道的殉道者，在这个阶段就直接可以完成了那如果不是殉道者的话，就必须要有大会认定的神迹来验证。通过神迹的验证之后，就可以在候选人的城市郊区或是他的教区，受到这个教会群体信徒的尊崇。最后还是要神迹，得到另外一项神迹的验证，就可以得到教廷所举办的丰盛礼仪，由教宗亲自丰盛。很明显的，天主教的丰盛是一个人为的过程。
但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成圣，却不是这样的。严格来说，天主教的丰盛过程完全的违反的新约保罗的教导。圣经中保罗提到基督徒的成圣称义，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所赐下的。因着信，我们被称义；因着信，我们被成圣，是因为相信，不是因为行为。是因为主耶稣的恩典，不是因为人的认证。保罗的教导坚持基督徒因信被称义、被成圣，这也是马丁路德他改教的主张之一，主要主张之一。诗篇149篇。要赞美上帝，要向上帝唱新歌，要在他忠贞的子民聚会中颂赞他。以色列要因你们的创造主欢喜，锡安的儿女要因你们的君王快乐，要舞蹈颂赞他的名，要打鼓弹琴来颂赞他。上主喜爱他的子民，他以胜利授予谦卑的人。愿他的子民因凯旋欢乐，愿他们通宵高唱凯歌，愿他们高声欢呼颂赞上帝。他们手执双刃的利剑，为要向万国报仇雪耻，向他们的人民施惩罚，把他们的君王捆绑起来，把他们的首领用锁链锁住，照上帝的命令惩罚各国。这就是上帝子民的胜利，要赞美上主。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真诚的敬拜，让我们都成为上帝眼中所喜悦的人仆人。让我们以生命来见证，我们是属主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人。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